过来消息来看，最近因为 AI 概念股辉达的股票伫美国股市是创新高，伫台湾出世的辉达创办人黄仁勋身价是超过新台票1兆。拜六伊伫台大毕业典礼演讲，今仔嘛受到台北国际电脑展的邀请，进行专题演讲，嘛发表 NVIDIA 的客制化生成 AI 模型。伊嘛表示讲，人工智慧会改变真侪代志。大家好。 用华语大会头，甲台下的观众小酒问，辉达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伊穿伊招牌披衫去台北国际电脑展演讲。伊讲这是这4年来头一届现场直播演说。接落来伫台顶提出辉达上新推出的显示卡，甲电竞笔记型电脑。伊强调功能毋但是比目前上届观看 PS 系列更较强，动量嘛真轻。 After 5 years is a very important time for us becaus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e took our 3rd generation Ada architecture RTX GPUs and brought it to the mainstream with 2 new products that are now completely in production. 黄仁勋嘛伫台顶正式发表形成客制化游戏角色 AI 模型 NVIDIA ACE for Games。 这是一种语音开讲的机器人，甲动画基础模型。伫电视的影片内底，游戏的角色会当理解用户讲的话甲互动。伊讲 AI 会是未来游戏内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AI made it possible for us to do th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w would have been utterly impossible without AI. For every single pixel we render, we use AI to predict 7 others. 伊讲经过10年的研发 ，NVIDIA 推出 RTX 系列的显示卡，或者是运算变做可能，而且带入主流市场。因为 AI 互每一件代志看起来拢无共款啊。记者综合报道。